來繼續來看，民眾黨的前主席郭文鐵，因為牽涉金華城等等的案件，一審被判刑17年。台北地方法院早起10點，甲言詞辯論甲宣判，總共9天的庭審的影片，傳起的歌夢，要讓社會大眾了解整個審判的過程。柯文哲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處有期徒刑13年。被告和辯護律師攏徛起來聽一審的判決，民眾黨前主席郭文鐵面受叮當，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，褫奪公權6年。審判期間，伊特別向台北地檢申請法庭提報，叫提倒轉去。合議庭將規尾裁定，在咧宣判後將言詞辯論和宣判迄天，攏總9天的庭審影片傳到官方網絡。影片在咧今仔日透早10點傳好勢，嘛將做司法署的頭一例。人家錢是看柯文哲市長的面子才給的，也親自送到了市長室。柯文哲再怎麼樣也應該是首謀，也不會是車手。那現在發現出事了，開始切割，那這種辯解是太離譜了，所以我們這個是難以採信。檢方從騙票搜索來扣押手機、電腦、USB。再從其中找資料、拼故事、斷章取義。檢辯兩邊激烈交鋒，攏透過鏡頭完整記錄。郭文鐵嘛真濟擺講甲腦講啊甜。絕對沒有挪用什麼政治獻金去做私人的使用。我是一個很節儉的人。我說我當台北市長的時候，有一天我回家，我晚上10點鐘回家，我一開門一下，看到陳佩琪跪在地上在擦地板。我們家沒有傭人。不過，郭文鐵的判決雖然重判13年，受安保的罪上受了關注。不過，法界分析，背信罪這是上有機會定罪的。我很不願意批評司法，但是你不能讓司法失去這個社會的信任度嘛。犯背信罪，如果1審跟2審都判有罪的情況之下，是不能夠再上訴到3審。也就是講，郭文鐵若是無法度佇咧2審拼背信保罪，就算受人安保的罪，會當個繼續上訴。背信罪煞可能會先提早入監獄。第2審敢有機會翻轉？外界持續關注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